你有冇諗過點解我哋總習慣將伴侶稱為另一半？呢個詞聽起嚟好浪漫，但本質上佢更似係一個詛咒，因為佢喺潛意識裏邊預設咗而家嘅你生來殘缺，所以我哋先至會瘋狂地向外尋找救兵，企圖用另一個人嘅碎片嚟填補自己靈魂嘅空洞。但如果呢個圓滿本身就係一場閹割呢？大家好，歡迎嚟到 Simple Life HK Channel。喺呢部影片，我將會用心理學角度加上自己嘅觀察，剖析陳蕾完整的我嘅歌詞同背後嘅意思。拍拖、結婚、再生個寶貝，應該要這般。瞬間這生已經走到後半，世間各位也祝我趕快找到另一半。引起我思索，怎算另一半？陳蕾喺完整的我一開首，就用最實在嘅語氣問出咗嗰個讓我哋窒息嘅社會公式：拍拖、結婚、生子。我哋好似活在一個巨大嘅社會工廠，每個人都必須按呢個公式活着，先稱上完整成功。但係陳蕾喺呢度埋下咗一個反思：如果我本身就係一個完整嘅圓，點解仲要去苦苦尋找個失落嘅另一半？歌詞裏問到：單身怎麼竟是異類？單身怎麼假設沒趣？呢兩句詞直戳核心。喺主流價值觀入邊，單身仿佛被等同於乏味、不吸引，甚至係人格有缺陷。社會對單身嘅人一直有一種莫名嘅惡意，好多人抱命想要脫單，有時候未必係因為真係遇到咗愛嘅人，而僅僅係因為害怕嗰種被社會邊緣化嘅目光，太害怕成為別人眼中嗰個冇人要嘅異類。但陳蕾喺度俾咗我哋一份力量，佢提醒我哋，現實世界就算一街都係一雙一對，咁又點樣？個人嘅模板唔需要套喺你嘅生活裏面。嗰句前方怎開展我也允許，係我最喜歡嘅處世哲學，代表你攞翻咗人生嘅主導權，不必為咗符合社會嘅期待去湊合一段關係。我嘅人生點樣展開，點樣轉彎，甚至係停喺嗰度享受單身嘅樂趣，都只需要經過我自己嘅允許。記住，你嘅價值從來唔需要透過另一個人嘅存在嚟證明。嚟到全曲嘅中心思想，陳蕾拋出咗一個終極提問：何謂係完整？如果我哋非要揾到另一半先算圓滿，咁呢個係咪意味住我哋嘅人生永遠喺度等待別人填補？陳蕾喺詞裏寫咗一句極具哲學意義嘅話：若我得半個，亦有一半未覺醒啊！呢句說話徹底反轉咗我哋對關係嘅認知。原來嗰個所謂失落嘅另一半根本唔係另一個人，而係你靈魂中尚未覺醒嘅嗰一部分。如果你覺得自己而家唔完整，咁唔係因為你缺咗伴侶，而係因為你仲未揾翻嗰個被壓抑、被忽略嘅自己。好多人會焦慮：我而家一個人走嘅路對嗎？我真係能夠撐落去嗎？陳蕾俾出咗佢嘅答案：擁抱我嘅不確定。生活不必係一張精準嘅地圖，我哋可以攞住隨性喺摸索中持續提升。呢個過程就好似係玩拼圖，你每多愛自己一啲，每多學會一項技能，每多克服一個恐懼，你就喺度將嗰啲碎片合拼，最後你會發現，你唔需要苦苦追逐坊間嗰台稱上嘅優勝，因為當你終於喚醒咗嗰一半未覺醒嘅自我，你呢個人就係一個完整嘅宇宙。歌詞唱到：晚餐結束，隔天再清理，不需看臉色。呢個聽起嚟只係啲生活小事，但係陳蕾其實喺向我哋展示，當你一個人嘅時候，你擁有一種極致嘅奢侈。生活主導權，你可以任由擴音喇叭播放你最愛嘅曲目，可以隨心所欲咁挑選嘉賓，去邊度玩多癲，都唔需要向任何人多作說明。呢段歌詞帶出咗一個讓我哋必須停落嚟思考嘅問題：如果社會定義揾到另一半先至叫完整，咁點解喺現實中好多人嘅完整卻係從妥協與閹割自我開始嘅？點解有咗另一半後，你唔能夠想點就點樣？點解洗碗嘅時間要被規定？點解聽音樂嘅音量要被限制啊？點解買一套梳化要爭論不休？呢個唔係好矛盾咩？如果一段關係係為咗讓你更完整，佢理應讓你感到更有力量、更自由，而唔係讓你背負更多限制與煩惱。當完整變成咗一種束縛，呢種圓滿到底係成就咗你，定係消耗咗你？除咗生活上嘅自由，單身還俾咗我哋一份極其珍貴嘅禮物——情緒嘅平靜。陳蕾喺詞中寫到：單身不必猜忌大話，單身不需左顧右盼。
呢兩句話中咗幾多人喺感情裏邊嘅痛。喺一段充滿差異嘅關係中，我哋往往變得神經質，變得患得患失，每日喺對方嘅一句謊言或一個眼神中消耗自己。如果你為咗逃避孤單而進入一段關係，結果卻換嚟咗無止境嘅擔驚受怕，咁呢份完整代價亦太沉重啦。歌詞裏面提到嘅釋出優雅係一種好高級嘅狀態。當你唔再需要去監控另一半嘅行蹤，唔再需要去應付嗰啲虛偽嘅大話時，你終於有時間回過頭嚟，好好學習如何自愛。呢種優雅來自於你對自己嘅篤定。當你唔再害怕孤寡，你就擁有咗最強大嘅懷夾。你唔再係一個喺愛情裏邊乞討安全感嘅弱者，而係一個能夠喺安靜中揾到力量嘅強者。難得開始唔怕孤單，呢個唔係淒涼，而係你終於同自己達成咗和解。要拆解呢首歌嘅深層邏輯，我哋不得不提到心理學家馬斯洛嘅需求層次理論。喺大多數人嘅認知裏邊，愛情或者家庭被歸類喺第三層，社交與歸屬感。呢個亦都係點解社會總係催促你揾另一半，因為佢哋認為冇呢層關係，你嘅需求金字塔就會崩塌，你就唔完整。但係陳蕾喺《完整的愛》中提出嘅，其實係更高層次嘅追求。歌詞裏提到嘅持續提升、擁抱不確定，對應嘅正係喺金字塔頂端嘅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ation。馬斯洛認為呢個係一個人發揮潛能、實現理想自我嘅最高境界。好多時候，我哋為咗填補第三層嘅歸屬感，不惜犧牲咗頂層嘅自我實現。我哋為咗不當異類，為咗迎合伴侶，為咗嗰份廉價嘅安全感而停止咗成長。但呢首歌告訴我哋聽，當你俾自己拼湊完整，當你達到咗自我實現嘅境界，你已經唔再需要依賴外界嘅歸屬嚟定義價值。你唔係因為揾唔到另一半而停滯，你係喺通往頂端嘅路上同嗰個未覺醒嘅自己合拼，呢個先至係最高級嘅完整。歌詞中重複提問何謂係完整？如果用榮格心理學嚟解釋，呢個就係一個自性化 individuation 嘅過程。榮格認為人一生嘅目標唔係追求社會定義嘅完美，而係追求完整。陳蕾唱到我不想按坊間的稱苦追優成，嗰台稱其實就係榮格所講嘅人格面具。咁係我哋為咗迎合社會期待，為咗喺他人眼中顯得成功或圓滿而戴上嘅假面。如果你為咗贏得稱上嘅優勝而必須扭曲壓抑真實嘅自己，嗰種勝利只會讓你離內心越嚟越遠。而嗰句讓我得半個，亦有一半未覺醒，精準咁對應咗榮格對陰影 shadow 與潛意識嘅睇法。我哋之所以覺得唔完整，往往係因為我哋仲未整合嗰啲被自己忽視壓抑嘅部分。與其喺一段關係中尋找另一半，陳蕾選擇咗另一條路，擁抱我嘅不確定。喺榮格眼中，呢個就係同內在自我和解嘅過程。我不必急住去定義我係邊個，亦都不必急住去符合別人嘅標準。我允許自己係不確定嘅，我允許自己係渺小嘅，因為當我唔再為咗別人而活，我先至真正開始咗自性化嘅旅程。呢一種平和而恬靜，係當你終於唔再需要外界嘅稱嚟衡量自己時，靈魂所獲得嘅終極自由。陳蕾喺歌詞中唱到：讓我喜愛我，別當戀人是救兵。呢句話係對現代愛情最辛辣，亦都最清醒嘅諷刺。細心觀察可以發現，現今社會太多嘅關係，其實只係互利性嘅依附。我哋並唔係因為睇見對方嘅靈魂而愛，而係因為我哋太孤獨、太匱乏，所以急住揾一個人嚟演好你腦海中嗰套戀愛劇本。你以為你喺戀愛，但實際上你只係揾個能夠排解寂寞嘅救兵。如果你把自己當成半個圓，咁你揾嚟嘅另一半，往往亦都只係為咗填補你嘅缺失。呢一種關係唔叫愛情，叫互相利用。陳蕾話俾我哋聽一個最重要嘅愛情順序。我很相信，當我完整，總可吸引更健康愛情。健康嘅愛情從來唔係兩個殘缺嘅人互相救贖，更唔係邊個去當邊個嘅英雄。真正嘅圓滿係兩個已經喺馬斯洛頂端實現咗自我，喺榮格眼中整合咗陰影嘅完整嘅一。當你唔再需要救兵，你先擁有咗選擇權。嗰個時候嘅愛情唔再係為咗填補黑洞，而係兩個獨立且完整嘅靈魂相遇產生嘅1+1大於2嘅化學反應。提着元氣，乘着危機，悉心去做你。愛情唔係終點，做自己先係。
只有當你悉心經營好自己呢個圓，嗰個啱嘅人，自然會被你完整嘅磁場所吸引。歌曲嘅最後，陳雷俾咗我哋一份實踐清單。好多人急住進入愛情，係為咗掩蓋自己嘅缺點，或係逃避孤獨。但係歌詞話，不急於找愛情，想先修好我習性。呢個係一種極大嘅勇氣，承認自己唔完美，並願意喺進入關係前先將自己修補好。呢個唔單止係對自己負責，更係對關係嘅負責。咁到底咩係完整？陳雷俾出咗最終答案：懂接納便完整。完整唔係除掉所有嘅壞習慣，唔係變成一個完美嘅人。真正嘅完整係當你能夠好與壞亦完整，係你終於學識咗去傾聽你內心嘅焦慮，傾聽你嘅陰影，亦都傾聽你嘅渴望。當你唔再批判自己，而係好似細睇風景一樣去觀察自己嘅靈魂，嗰一刻你就係圓滿嘅。你唔需要捷徑，你唔需要嗰個社會標籤下嘅另一半嚟拯救你，因為當你修煉成咗嗰個識得接納、識得傾聽嘅自己，你本身就係呢一世上最耀眼、最健康嘅存在。到嗰時，你唔再係為咗生存而尋求依附，你自然會遇到嗰個同你靈魂最相稱嘅人。記住，你唔係邊個嘅另一半，你本來就係完整嘅。拆解完呢首歌，我想講下我哋身處嘅呢個時代。你有冇發現，現代人嘅愛情好多時候其實同愛無關。我哋處在一種病態嘅依附關係中，因為內核嘅空洞，等我哋無法忍受哪怕一秒鐘嘅安靜。於是我哋急住喺茫茫人海中揾一個形象良好嘅合適演員嚟填補我哋人生劇本裏面嗰個伴侶嘅空位。我哋以為嗰啲係渴望愛，但其實嗰次係恐懼，因為唔知道自己係邊個，所以需要透過別人嘅眼神嚟確認存在。因為唔知道自己真正需要啲乜嘢，所以只能夠照抄社會嗰份名為圓滿嘅罐頭清單。我哋喺一段又一段嘅關係中循環，卻發現嗰種焦慮感從未消失。點解？因為你揾嘅係救兵而唔係靈魂，你求嘅係填補而唔係共振。如果你連自己都唔愛，連自己嘅聲音都聽唔清，你又要點樣辨認出嗰個最相稱嘅人？陳雷呢首歌俾咗呢個空洞嘅時代一記耳光，亦都俾咗一份溫柔嘅提醒。唔好再將人生浪費喺尋找另一半，請把餘生花喺拼湊完整嘅自己。當你唔再害怕孤寡，當你學會接納自己嘅好與壞，當你唔再需要嗰個演員嚟撐場嘅時候，你會發現你一個人就已經係一個精彩絕倫嘅世界。願我們都能先修好自己的習性，懂接納便完整。因為最高級嘅愛從來唔係尋找救兵，而係兩個完整靈魂嘅久別重逢。